大甲警察分局第一届伫个铁站线附近进行夜间联合的稽查，强力来处理改装的噪音车。 同好过来伫咧骑铁马，这是大家铁站线的宽山道路，因为山路弯弯弯弯上挑战性，所以真做真侪选手含车友来遮训练的路段。不过暑假到到真侪改装车拢会走来遮飙车。大家警察分局最近就头一摆伫咧铁站线附近抓，总共拦检了14台疑似改装车辆。 经过检验之后，总共有5台是不合格的。警察讲，这摆特别含环保局、各有监理站的单位联合稽查，要来抓改装车，为暗时8点到10点，就抓到5台不合格。除了以噪音管制法规范以外，嘛通知车主限期改善。针对于公共危险酒驾公共危险的部分呢，将要扣缴车牌2年。 大家铁站线是台中就名景点，警察强力执法，嘛提醒驾驶唔通啉酒后驶车，较袂出车祸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